美魔女哎，你看出幾多先18跟20啊，差不多哈。對，就更唔使咧。前面有小幾多嘅牛年，我就會給你介紹好了。佢係又甜又串燙有顏值，我願意。你平常就做個暗箱出門嗎？哦，而且我爱不良嗜好就是爱漂亮。不良嗜好，不良好啊！棒哦！我的秘密武器。哇哇哇！来来来，这个是瓦斯炉拆下来的吗？不是，不是，等下看就知這個道了。是媽媽的馬甲，你不信你問桂蓮姐。来，我有没有穿穿看？像你脖子間有嘛？一見到是小蟲草公司。啊，你個羽毛佛鈎子，來啊！Hello，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！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。哎，中白票，今日同歡迎嚟到新竹獅亞島 V 嘅，嗯新竹獅呢算係全台灣最後上嘅一家上市，而且呢平均收入所得也是非常高的。哎，錯，等一下我小改改達人就完全符合你說的條件，哦，真嘅真啊！的，我你期待一下。好，我蠻期待的啊！結婚了嗎聽說結婚。 ？OK，好，那就不用歡迎達人這一趴了。好了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。之前呢，先分享到劉雪玲劉師傅，嗨，大家好，劉師傅你好，小粉紅，小粉紅許峰姐好。對哦，啊，現在要介紹藍色嘅青有鳳七師傅，大家好，我係鳳嘅，大家好。藍精靈有嗎？你很不想跟他在一起哈？沒有這個已經玩到破掉，沒有可他真嘅唔沒有，他的笑容還是有配合一下啦。哎，嗯是夢。好啦，馬上呢就來分享到今日嘅潛水站啊，有 W F L 節目，而且中獎，我以為他是選美出來的。分享到嘅係桂蓮記老書版記，放羊，哇，美魔女你哎絕對看唔出幾多先？ 18跟20啊，差不多哈。對，就更唔使咧。啊，好了，我介紹真的18歲的給你認識。咱們最今日來分享到係表姐弟哦，劉秀蓮哦，壯競賽。大家好大。家好。等一下，哇我看到佢兩殺東窗衝狗哎，冲上他們狗啊！他很像在動會闖 KTV 裡面會出現 MV 裡面的主角哎。有哎，振懷哥是那個客家協會理監事啦，對不對？好，所以今年哈，這個他會負責我們這邊的主要話題。等一下應該是唔會講過，他動會謝謝，那講過你。可以先出場，大家謝主期謝。嘅費用哈，分他大概10 K 做對嗎？又啦，好啦，便宜都在新竹有乜嘅好搞好料，先搶兩位姐姐老太太分享。有啊，新竹有個上房廟啊，蜜粉糖、有啊，蜜粉糖。糖、貢丸糖啊。錯。係啊，睇隔嚟到新竹食一天可以先一天可以上房廟還有乜嘅咧？景園街新竹動物園嚇，哦整修好整修好了嘿，啊保養太感人來了哈，基本東子陽船頭我們有新竹公園哈真，有個嘅角區橋哈，還有新竹嘅花市哈，當好了啦，保養太感人來了。哎，應該係講到嘅新竹嘅共燃哦，好像唐公哦、水群哦，他們好像正在籌備那個燈會當中。係啊，冇錯，因為對不對2021年呢，蛋飛係都新竹，也台灣燈會在新竹。所好以，請跟你昨天放一張抬槓哦，哎那這個燈會會不會期待一下？哦，非常嘅歡迎嚇。那做新竹市呢嚇，呢一擺當出名，呢點新竹市嘅玻璃工藝館當有名，對對歡迎大家來聊。所以我覺得新竹公園是安用哦，昨天夾下哈，就是一些自然風景啊，還有到一些人文在地的體色，用下夾下起來。所以昨天放一張全台灣所有的朋友來到新竹好好聊一下。啊，你沒有問秀蓮姐？秀蓮姐她今天是我們顏值擔當哎，對不對？秀去年蓮姐，嗯還有馬來昨天讓大家補充一下。誒，很有個啊，18點站啊。哦18點係啊，18點站啊，係個全新竹市認同嘅好地方，錯。羅羅輪輪全部做得起。你的身材一定常運動，哦，那一定要的。一定要。總而言之呢，新竹市就是一個老少 friendly 嘅素材，係啊，今年哦最近嘅雪菜吼，也是老少咸宜，大家全動好學的，真勁哦。真的，大家來看。好，好，你一下打開你本大家看下，今年嘅主嘅東西係馬雞咯。哦，馬雞。哎，哎，可是你剛剛講到也係柔柔嫩嫩都好誒，不一定哦，因為馬嘅會有一些會腐，對，它好像有分種類，對不對？哦。可是呢，今日有小幾多呀嘅牛年，我就會給你介紹好了。你既然都說了，佢係又甜又串燙有顏值不喵和又聲音啊，然後
81年次。他这是坏心，你就忘记讲到一件事情，他又有颜值。金敢讲 OK 啦感 OK 觉啦出来吼，咱主持人地位的不保。系啦，啊，马上就要分享到今日嘅一個猛嘅個牛年，分享到嘅係彭金杰、彭俊家。顶姐，我願意，定位有咩财富？對，Yes I do。哎，你也起价种的哦，咩金妈妈老爸爸，他是因为本身台后嘅徐姐是读农业的，农业的经营嘛哈。啊，怎么会想说要起价类种该马哥啊？剛才頭前有講到，你有自己的農園，有餐廳，對不對？現在農園裡面有種這麼多的青菜，為什麼馬哥算是最多好種的嗎？因為沙拉的東西它不適合用於土根，所以說我還是就是走水根，它是相對的。會有土味是嗎？主要土根的它的一些就是微生物啊，一些菌類比較多，它不適合拿來做生食用。所以你還是對對水種水根啊。可是好種嗎？因為已經都水滴度有2種說法，有一些會覺得說這樣會容易。根本難聽的嘛。對啊，之類的。主要是因為我自己有就是讀農業這一塊上面，所以我就是有用就是讓根系去做降溫，所以我在夏季的話，1年4季都有辦法去做成。哇，很有生意頭腦哎！真勁厲害，佢8年級，而且還有自己的傳堂哦。你要叫為夫婦的做啲做馬嘅料理啊，因為你自己也會做菜嘛。你要做一個做就是火鍋，如果比較 OK 一點，我們就是拌一些醬。就是生菜沙拉，就是像有一些對。啊，今天這麼熱，帶來的是火鍋還是沙拉？沙拉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好，給來試一下。哇！你給醬料係自己調的嗎？今天的醬料是用那個奇異果跟優格下去做調的。很自然哦。來吃看啦。來。哦，除了跟馬哥，還有甜椒哦，甜椒咪係你自己種嘅哦。愛通後種的。你的醬料調得濃厚哎。對，奇異果很自然呢，不會甜酸哈。濃情甜哈。濃情甜，醬料又講有一些酸酸甜甜。係啊，椰甜飼料仲好真嘅濃厚哈。唔按用吃到濃椰來呢。係啊。咁我好想問你件事。好什麼？好想對流汗嚟哦。好。今年呢，阿楊偉發吼，馬上呢就擁有嘅進階帶了按針對為猛嘅，來看那體育館挑戰哪家長係你嘅好明星，輸了比賽咯。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係自家嘅好明星，用最低限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送出嚟。因為老一邊發出探飲車自助真挺好吃，讓小朋友也不會挑食啊。繼續可以喺風吹帶來的料理咧，風吹帶來係乜嘅？五彩翡翠。翡翠，有沒有感覺？你說那種在駐博店昨天賣的都該翡翠。駐買用一天很高，綠綠的很清脆，美的，除了翡翠有。安好，有貴婦的感覺吼，多了後糖款吼，多了後安逸嘅天書吼，愛食物嘅東西，咱最緊要做嘅料理係。熱天嘅年輕，有沒有凍蟲在調酒的感覺？藍水老鳳水的菜名都很抽象，而且呢，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馬哥。你要知道，我們的雪玲師傅，他對於扣住主題，他是很重視的。或者是你們兩隊都在玩料理紅綠燈，會嗎？對，會不會？一定要放熱情進去，一定要放翡翠進去哦。好，今日阿牛會發睇下準備好嗎？好，有心情嗎？有。馬上來這場比賽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開始咯！真係玩嘅人啊呀，其實完全唔知佢啊度做乜。咁咪唔知呢？一個五彩翡翠，一個乜嘅夏日戀情。他就這隻跳舞，這隻中國嘅就會。該不會是這樣？再考一下。哇！嘿，五彩黑都拿五彩啊！我們因為當年的天哈，啊用水垢來代表五彩。水梨啊，這是水根的嘛？水槓哎哈。冇錯。對。中多亮啊，懂槍的。這是跟剛剛靜姐借的嗎？不是，這個逮了耶。對。哦。你們有需要用到鍋子嗎？今天沒有。做沙拉。有暗夜的天哈。
嘅鸭莴苣哈，都有营养啦，哈，伤食好有保存它的营养成分啦，也有助沟哈，所以养分会流失，嘿，所以我们先用凉拌的。凉拌。动先锋鬼连接，你怎么知道主持人每次站在这边都好热好热哦？你在抱怨什么吗？但是是一种热情的展现。对 ，OK， 对。哎，可是杨海眼力 T100有一出料理是完全不用动火的，真的，算也是有创意耶。哦，它就水里哦。哎呀，两日天暗夜吼，现在水里下利用咪下推火。那要弄沙拉酱吗？哎，我今天要调沙拉酱，和风酱。和风啊，对，有比较不一样，比较清爽。水下去叫做酸酸甜甜。对，热量比较more安够。对，适合你食吼。对。哎，难怪基隆沙训出安好呢。几多是沙拉啊？好像听说基隆沙系专门专业做跳舞的嘛，跳舞啊，肚皮舞哈，有像哎，我小时候也是肚皮舞老师，真的哦。好，我们先过去看边，我再导毕业技术金哈。该不会，俺这没错啦。好嘞，那个怎么会有饭？过来，昨天多两片脚本还敢看吗？两片。来，这里面有什么？这有王夫，韩国个你哋煮鸡嘅系马哥，哦，韩国嘅椰子油、椰子奶，嘿，韩国落嘅食材，韩国嘅就起司系吗？起司嘿，错，嘿，很大哦，还没点缀哦，有南瓜子啦。那个虾子会不会太大只了？太贵了。啊，干拌系叫埋东西。嗡系嘛介啊？姜黄系啊？咩南瓜？是个王夫脆好，一落饭穷还搅其实会绵绵的。那你等下还有炒锅呀用的呀？没有，这样就直接就可以吃了。所以你这个饭因为这个是黑底下应该饭很熟哎，那底下黑可以都在上去啦，就是可以做沙拉的。那为什么这个是夏日的恋情？夏日系马上 on 呢？应该台北 on 呢。台北。所以应该凉沙鸡很清爽吗？配合你点夏日的恋这种感觉，有好用心哦，让我打扮精心设计的那样。哇！尤其有是俩头菜哦，一定要穿的走都安用这样，这个夏日的恋情。你平常就做个按讲出门吗？如果爱不良嗜好就是爱漂亮，不良嗜好，不良啦。好棒哦！感觉这是造景吗？哇！你还花艺造景吗？鱼子酱，鱼子这个不是桑葚哦，跟大家讲一下。而家先看改片好了，先帮你走一下哈。哦，差不多去切好了哈。对。哦，它就跟拍妈哦。嘿。用胖妈还用啊！那现在我们调酱汁。好，对，我就想问这个酱汁，因为这个和风酱哦，就大部分人像我这种懒惰的动蛋去，你也知道超市买时候嘞。但是你们怎么做？调油，好，因为我酱拿我用凉汤丝哈。好。調油係甜嘅係鹹嘅，鹹嘅，果淡嘅鹹，果鹽嚟，一係醋，那個醋怎麼弄誒？咩？他刚才弄到醋是这是果酱啊，刚才已经先和在一起了，哈，对，然后芝麻撒一点哈，太多，不要紧张，做什么？不够甜，这个是什么？不够甜，这糖，果糖讲错了，刚才的果糖。啊，我们刚刚介绍说，因为永泰贵妇和景区还有我们没有，他的职业是让人尊敬的哦，姓尚的吗？护士，一人走护士，走30年退休小护士，因为去工会要用谁上，然后就很温柔安用。嘿，好，阿爹你改片看了好吗？好，等下做咩哈？好，等他走了，好。哦，那就喊这个准备完了哈。样哦。腌那个甜椒，做完哦。可以直接吃了。哦，比较是。然后里面的那个帕给弄全拿铁的哈，全部拿铁的，那个该全的。那我们这个哈伯这个是该做个沙拉，今天是2道菜吗？我们做2道是吗？两道菜是吗？它是一个组合啊，一个 set， 一个 set。振怀哥，你大方跟大家讲，
你被制作单位拒绝了什么百事道具？基本上啊，本年准备10只啦哈，但是我冇想到 any partner 按的，10只上本工作人员大家都选。还有嘛个，就这个够够哎，然后一瓶的那个是什么？还有个拍葡萄酒，还有2只杯，有高脚杯，给我喝。还有高脚杯可以。够的准。哎，制作单位讲吼，那摆盘挺浮夸的，不会啊，摆盘有点浮夸，但是试吃的时候拿出来。哦哟，这个阿公哎，画龙点睛哎，应该还把个须哦，那个它皮还会短起来呢。系啊，这很动新鲜啊，而且又加个甘鸡哦，先腌过迄鹿狗系吗？系啊，醉虾系吗？清烫的，那甘鸡的最尾长加落去的。哦，我照先入的些有酒，过量酒。就是把葡萄酒。够量。高粱。真的没在喝酒啊？没有啊。好乖哦！我喝珍珠奶茶，都穷顶哦。对，如果哦，第一哈，真的有做功课，因为有打白哈，俺就走出来的时间，我们每次试吃最缺的就是最缺饭。哎，真给呢。真的啊，我今天盘哈，该味道千层没动碰。那你多吃一点。行啊，我要刚不耶。你就嘴巴说说而已。对啊，每次说每次吃。好啦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倒数了，来，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！马上出来支持看呐，体育馆底度奈布卡米西看后生嘞。好，体育馆呢，上海的节目底度 T100哦，不是开播，上海做那种清爽啊，懂怕不热甜的那种料理，所以这个最适合了，来支持看呐。好，来。哦，做得是嘞。好。哎，你这个和风挑的肚喉呢？真的，樱桃好好吃哦。冻好吃哈。那个中料懂咱对不？因为本身跟马哥不又得哈，有一点点的本身啊会有点涩味，可是透过那个水果的搭配哦，那冻好咸。而且水果它全部用跟矿泉水，然后用盐水浸过泡过，哦，所以其实都很可以安心的使用。不是这样讲，是用半斤啦。好，本身南区这是造景吗？哇，你还一晒炸的啊？一晒炸，然后有木盘这些呢。这名做东江的，刚刚一口很凶猛，就嘛带动按都那个彩椒。对啊。啊，然后马哥做嘅风力哈。那给博天吃好，你看知道表现吗？我表现下去还有写吗？对。今天其实我们有准备10份啦。也杀一对哈。好。啊，这个那哦，啊，个情景动中心嘛，今天个主题系马哥嘛吼，但是系该系风力系用马哥做的哦，它就好，俺就盘哈又咬跟马哥地图，还有这个最后哈博一个那个沙拉，里面没有那个大量的马哥，有马哥，还有南洋风味的椰子油、椰奶，好，哎，最上面那个绿的一个是什么？南瓜子，哦，芒普子，它就甘地哦，哇，真的。10全大补哦！哦，换样来，好。哦，我这虾子很新鲜呢。对啊。对啊。哎，你就给添掉还太甜豆水了哦。那我还以为不继续出来了。恋爱要有水哦。大概饭瓜饭一样哦。对啊，当 Q 当香，真的有个恋爱的感觉呢。好呀，体育馆的经营用精彩啊，太阳用精彩耶，2家都做端有，给我们很多的惊喜。3号位呢，给我们本师傅来送脑筋，先抢谢林师傅抢本分数。怎么了？他难得会这么的犹豫踌躇。帮我看一下哈，我们当机立断，非常果决，犀鸟凤起死符，太果决了吧？哦，讲一下。我怎么会分两嘴羊呢？因为两嘴啊哈，那个饭有很特别的椰奶香，真的那个是蛮特别的。佢系当地配的米线啦，啊有用菜地的食材来做菜地的料理，啊嚟抹的夹蛋饭色，整件又该米线，又该米线，两边呢一酱汁吧哈，我做挑的冇抹的一大家，佢系目标按到。给果糖醋有吗？做果糖啊，目标按到，可能就会下，就会较好的较好一啲啲咧啦。
两喙就做来冻好啦。啊，七师傅有想法咧？我袂本影片嘅想法係講，因為基本嘅主體係乜㗎？馬哥基本沒有做到，佢個醬汁沒調到，沒不錯，因為你搭配該馬哥食到嘟好啦。我本影片嘅想法係講吼，應該放地步，應該馬哥做啲切頭多啲變嘅地步。主題嘅合會出來啦，係啊，好，你韓版咪做得強嘅，你話個小番茄咪做得變個飯裡頭攪去，是不是用安樣嘅呈現方式咪做得啦？徐師傅，你該不會是因為拍酒冇拿出來吧？哦，把生意都拿出來吼，我們這就兩分一面倒。好，今日呢，鐵觀生喺兩組都表現到十分的好，夏天好來看啦，今日徐師傅帶來嘛4個料理。要搞大家嘞！中埔素卤菜。好的，今日呢又係泰清阿東其他徐師傅帶來4個料理啦，哈！今日帶來菜名係嗎？萵苣3重奏是有3種口味，萵苣我有做了變化成3種口味。好，我們來先介紹食材，馬哥，哦，今日的主角你係杏鮑菇，杏鮑菇你係黃節瓜，tomato，啊你係蔥頭，洋蔥，啊3重奏嘛個是，我根本會做3種醬汁。被你邊緣了呢？你係吐司丁，然後做個三種醬汁，哦，你係買個日式的醬汁，這一定要好好紹介一下。海膽。哦，是暗後啊。你係日式的醬。我幫你收着。好，那秀年哈。等一下贏的那一隊是整碗直接吃的哦。你係中式的醬汁，酸甜醬。哦。跟和風醬冇相容係嗎？冇，你哋做啲試看啦哈。你係辣椒、果糖、紅蔥頭、蒜頭。甜醬油，所以你下次做和風醬，先咪做用甜醬油，甜醬油啊，還有一種醬汁係乜㗎？香橙魚子沙拉醬。魚子醬，哎呀，魚子，這個不是桑葚哦，跟大家講一下。我的。好了，沙拉醬，柳橙嘛，柳橙汁。啊，你係檸檬，東西酸酸的，哈，你係魚子醬，謝謝，這兩個我都先幫你保。好了，比賽開始啦，哈，橄欖油，比賽開始咩？幾時開始啊？哈，橄欖油好控甜啊，哈，師傅嘅杏鮑菇又可以發哦，又切過哦。我哋先來做，這麼賢惠，做醬之後咧，你係第一重海膽醬。哇！海膽怎麼搞大卵啊？你等下試看，佢嘅口感凍。那個羊嘅發3重都可以吃得到嗎？攪一下哈，啊？羊嘅發3重都做得得到嗎？都做得。我一定要羊，姐姐你有羊。加油啊！哈！加出濃厚色，還有魚子醬。應該加下加嘅卵，是就卵風係嗎？卵風片哦，是就卵風哦，唔是加卵泡哦。卵泡唔是啊。50，好，你係做第2重嘅醬，馬個醬。中式，又引進了哈，引進啊，那可以吃嗎？我們可以吃嗎？我們很認真呢。你等下出題目哈。好。你下果糖，其實你要凍簡單啦，你要有比例哦哈。幾比幾呀？你要看愛節目，給我秀上去。哦，好。我會長為地嗎？為了賣個關子哦，這樣他就會準時看。對。他一定會看的。民主讓他叫哈。第2重高分你了哈。這是魚子醬的嗎？哦，我喜歡。妹，你係酸甜醬。酸甜醬。一點的檸檬汁頭。好，那叫熟了哈。好，第3重係乜嘅醬？那個香橙什麼的。魚子醬的啊。香橙魚子什麼醬？沙拉醬。沙拉就一般嘅沙拉時候。呢係沙拉。沙拉。你係。柳橙，你要有比例的哦，第2有比例的，看嘛噶，看嘛噶節目，給大家看一下，一家之主，然後炒好，你要檸檬哈，傳過去給大家看一下，哇，大家皮一下，董兄等下穿準了喲，我怎麼覺得有點想要沾白斬雞呀？可以，好香哦，都是瑤類啦，魚子醬，啊，這個海膽成本太高，我就不傳了哈。我的秘密武器。哇，來，這個是瓦斯爐拆下來的嗎？對，不是，大家看就知道。這個是媽媽的馬甲，你不信你問貴點姐。來，我穿看。幹嘛金光金 Q？對啊。還是流汗？流汗的啊，太熱情了。來，徐
给我锁定鱼子酱。这10款是当我吃哈。这个哟。我哋先攞第一重嘅酱汁先攞去裝起來。啊。3重係意思係3個加在一起。3個加在一起啊。另外，你等下來看哦，哈。哦。咁我打最久哦。等下你用嚟上豆芽出料理啊。因為我嘅想法係講吼，料油啊、莴苣啊，哦。做啲做該3重嘅醬汁，讓你5克濃嘅醬汁來試看看。今日嘅主題吼，水耕嘅嘛吼。像個節瓜吼，漸漸死活嘛，因為它本身是做得上線嘿。也係紫洋蔥。番茄。哦。好，還有節瓜來咯。好。按台風啊，按台地。我要哦。然後料油啊，橄欖油不用下。還要再加哦。這樣子會澀澀的嗎？嘿。那老師，你剛剛做這個香橙魚子沙拉醬，為什麼已經有加香橙了，還要加香橙汁？香橙汁比較味道比較重。對，好，我們第一重哈。我的秘密武器。哇，來。這個是瓦斯爐拆下來的嗎？對，不是，大家看就知道。這個是媽媽的馬甲，你不信你問桂蓮姐。來，我們要穿看。還沒有，這太小了。西莫嘞，還沒有按西莫哎。莫哈，可能是拜拜的時候表嘛個宴客菜嘞哈。嘿，有哈。這裡面完全不用加調味的，因為我們的醬汁有3重做了哈。你都很愛用心哦，3重醬。哦，你這一次沒有辦法端起來，可以耶。走的哈，等下吐司丁。吐司丁還有，對。啊，等一下，輸到讓人有沒有來分啊？有沒有來分係啊？就是贏的人吃3種，輸的人呢？贏的人吃3種啊。輸的人穿馬甲。哇！然後表現到又好看哈，我覺得真嘅呢，好高級哦！韓國球場已上5星級，塞到凍王之後，放中間就好。哇！好，安源是完成咯，莴苣3重奏。安源就後塞咯。3重奏哈，也可以太起來的凍好吃。來，先選一下，你們要吃什麼口味？要吃海膽的，像卡素。好，愛吃也個凍王的，也個酸甜的，來。OK，剛最杯麵也個魚子醬的嘞。好，那就分配完了，不用出題了，謝謝，不用出題了。謝謝，海膽馬上來。我們好了，還要 SOP 要照走一下。照走一下。馬哥從校外變風受損的現象，請問該運用辦法保存學好咧 ？A. 地頭的部分切貼撈去出灶 ；B. 對半切密封保存。A 還是 B 咧？哦，我以為變紅色的係哪個一種品種？沒有。沒。好，先猜拳，現在選不要講。來，鬼臉到小臉，好不好？緊快過去，慢。你看到美女走這麼快，真的是。對耶，他一步跨出來耶。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你看到美女就那個不行了哦。來 ，A 呀還是 B 嘞？沒有以上皆是哦。B， 我猜 B。古天街熊選 B 啊，那就是昨天選 A。啊，我們本來想選什麼 ？B。哈，本來也想。拿着。好，那我們只能選 A 咯。好，到底答案係 B 也係 A 咧？答案係 A 來，先來講，做乜嘅？為什麼？做乜嘅？誰寫錯的？同埋看哈，因為要跟馬哥需要空氣的流通啦，保存的時間又要用豆撈個地頭的部分要切貼一層，切貼的地方會滲出個乳汁，啪啪的有啊，會趕快擦掉，因為佢沾到葉子是會變風白貼，所以答案係 A 哦，
活动。对呀，就是来睇嘿。好，那希望我们金牌哥。来了，好。昨天是题目。天生啊，天生厉害啊，天生厉害啊，而且毕竟我们猜拳有猜赢。来来先下架一下哈，你钓这个咸拍，孔钓的搭配马个酱汁都做对了哈。我看到素文姐的独木雕嘞。马上，素文姐啊。我有播音呐，那种酷完力哈。好了。对啊，这个是最残酷的酷刑。去看啊。你梁生等一下哈。还有我。哦，你係熱天我做得食咧。OK。咁我定喺呢個雪體熱。那怎麼沒有盤子？該不會那3個盤子就我們的吧？安排哦。哎，咁人哋夾好些花盤嚟就不安利咯。哦。反正佢夾出那就安利嘅。對啊，夾槍。哦。那我先。就算我去到日本料理店，冇愛用食過呢。哦。好猥褻哦。哦，有戀愛的感覺。太好吃了。但海膽嘅梅好凍重誒。有搭到該馬勒的梅頭油哈。沒有猜對沒關係 ，double cup 做得走。哦。醬汁有點來會肯定啊。我們的一家之主。地哈，那你要得色的3重奏也沒有講一下口感。大家好，是就是多兩重啊，我們兩重奏，但是我覺得這個馬勒哦。有點濕濕腐腐安用，一啲啲。我陪到嘅3種嘅醬，我吃的那個海膽啊，因為海膽本身給梅凍蟲，所以有蓋過去2個搭配。哦，廢話，你加2匙哎。第2種哦，第2重該係那個香橙魚子沙拉醬。我很想聽他講。酸酸甜甜，哎呦，陪到該這個馬哥好好選，不相信對不對？用聞的。啊，剛才就使到該第3重嘛，中式的那個酸甜醬，有，明白？哦，非常棒，就是酸甜甜的這樣有，真的是。你沒戀愛了哦。啊，今天弄好些，我覺得沙拉就是這樣，因為吃一種哦可能會膩，如果透過3種哦走對走嘛變法，我們在嘴巴裡面，素文姐沒有要聽，她一直在看那3個。我也沒有要聽。沒有，就是最主要兩位也要說，該有醬汁也。比例凍重呀，3種做的強效變化都是啦。啊，不過呢，開始啊對亞洲料理當中，一出料理就好多3種醬料，因為一般來講，睇下想客家人的醬料有冇解，第一個就想到幾類醬，但是其實呢有很多種變法，但是要怎麼樣把它記起來呢？希望看你節目旁邊有配方這樣子。好，睇下還有好起來的方馬上來進行和你關比賽耶，前半呢1比1，好不好？決勝負咯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哦，有嗎？當然。好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好。哦，馬上就來進行最關迷關挑戰。我係太總譜，用最運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自聽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知接力順序嘅情況底下，兩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，撒亂紛紛麼？到底哪嘴仲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下一關呢又係料理接力賽啦。今天呢，我不要虧張伯謙了。哎呦。對，今天有線咯，我開始尊重你了真的，我拜這麼久的天地日明拜那麼天地。為什麼呢？你們講拜天都冇好啊，公公你們冇好，就像講東皮按有健身，那冇好，啊，今天走來聊另一點。那你先許願，你要什麼哪一棒？我希望聊頭聊另外走在走潮嘅部分，他們第2棒。第2棒，我那個是主要的角色哎。因為今天的料理是我的第2愛。真嘅？對。好，可以啊，馬該。薑絲炒台蔥哦，薑絲炒台蔥。可是一般來講，你係講竹筒炒薑絲啊，竹筒炒薑絲，裡面點都講長蔥。這客家經典啊，每一個客家餐廳去聽我就該料理。西本西炒地肚而且那個要酸的各位，而且呢，重點係那個蔥的部分。對。哦，老弟，這樣你可以嗎？可以啊，我本身就夠新啦。你有問過鄭懷哥跟秀蓮姐嗎？冇問題啊，剛才討論嘅結果，好像我們蠻合的，大家的想法差不多有一致，對吧？好，我先抽棒次哈，我先抽，好，我先抽好不好？因為上次你先嘛，好，哪一個？這個。好，1、2、3、5，不你手貼咧，給你。兄弟做可以交換。第一係啊。你換，那你抽到別的，如果我滿意，我就給你交換。好。也靠近你那邊好了。好。你確定不要？我認為這個沒有很好。
真的吗？真的，相信学姐的。好，帮你结账。对，确定这个？对，确定。当然要相信学姐了，对不对？1、2、3。耶！我不要跟你换。你踢馆会处理竹虫，我不敢。竹虫很臭。哎，记得给蛀虫先处理好诶，所以唔是惊。好，马上就来金航挑战喽。好。今日算係一個最完美嘅畫面咯，因為咧無爭無錢都會比賽出國特別主持嘅當選啊。不過咧，入面代表講你風吹主動有希望嘅啦嗬。處理一個主場超強勢，到底哪組最贏呢？睇次家應該就準備好勢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開始咯。來，你看爭無錢。好，來看一下。有個行喺赤強嘛？係啊，主場超強勢，咩赤強嘛？江爆牛肉，佢咩不是赤強嘛？乜雞料連都赤強嘛？因為我係強馬台式峰值。好，繼續切。好，謝謝，剪掉。生意哦。你做乜會處理主場啊？因為我這個主場先係處理好誒，我這個鮮豆腐較細個咧吼。太空人主場用嚟處理嘅。郑懷哥，我都用田北生吹過，軟，因為我袂當到穿湯咧吼，佢個蛀蟲吼，炒出來咬唔落，有幾多應該咬牙子又吞唔落，啊，所以我都田北生吹過30分鐘，所以等下入口即化又好吃哈。真的，這麼輕功輕叫。係啊。還是流汗。流汗了，太熱情。其實哦，大三飲食嘅蛀蟲哦，嘅口感全冇強溶啊。假設因為想要選好脆、好嚼勁嘅，所以選那個長頭。哎，然後好硬硬啊。呀，我想到一件事，你這邊太沒看頭，我要去我那邊，我那邊在洗豬腸。那我是不是要跳個肚皮舞？我不要看。叫你博自家有嘛？我見到是竹蟲超強勢。啊！你講佢冇博鈎子，哎，來啊！有發現嗎？我們的竹蟲超小溪一定要有媽咪頭，嗰啲要酸酸啊，酸，所以你用乜嘅色彩？你老太太要有鹹菜，還要有個你的檸檬啊，用檸檬取代那個醋精，然後還有高湯，對，還有皮糖哦。煮高湯加上去呢，會較甜，還有味道好啊。其實呢，等陣看到有導演，我相信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應該開始吞口冷水嘅，因為呢，不管係客家人也唔係客家人，都很愛這一道料理。冇錯。真嘅，我們就去揚州哈，好，來，我們去看。現在是這個生意哦，哈。哎，你喊對切肉嘛？冇杜好切好咧，杜好切好咧。薑絲的凍薑絲切。哎，我們回去啦。回去啊。快款呢？回去。好，等下會切辣椒，因為等下會先煸香。你小心你的手。我們等一下的辣椒會切斜片。好。咩？其實咩做得啱啱？現在壓嗎？好壓。啊。地頭先切剔。好。我愛咧，愛到這，我先走了。你先過。再見了。切辣椒切青油半銀。這樣切。好，生意哦。黃銀咯，第三步馬上。差不多切好咧。我愛到小蓮姐，我表姐哈，嘿，她是非常愛廚房的。蔥啊，蔥啊切到兩半，切安尼差不多切斜刀啊。我這個蔥哦，就分兩種哦，兩片嘅係做等下煸香用嘅，我等下該片嘅蔥哦是要做蔥花的，最後點綴的。跟醬這樣用一用。百事白醬好，我都要孔該片好咧，好嗎？好。想吃嗎？哇，會炒咧哦。香好皮頭，我知道雪玲姐看到皮頭你就懂挑，因為我們有真心真意。這該不會用豬腸擠出來的皮頭吧？你覺得呢？應該不會是。有看到過豬皮頭嗎？你都給炒個蛀蟲用咪水啊用啊？還得要加高湯啊，要加幾多？那等一下給它收汁嗎？對，再慢慢收汁，再多一點。按鈕，檸檬倒，按鈕嗎？按鈕嗎？檸檬倒進去，按鈕嗎？再多一點，然後再試味道，再一瓢，再下去。哦，雞肉做也好香呢。對，還有檸檬，哦，全部不用嗎？全部不用。一半先，慢慢試。你不要緊張。
越爽越好吃啦！哎呀，等一下再看。像你脖子干有嘛？一听到是竹虫炒姜丝啊，不过给某波钩子，哎，越爽越好吃哦。对，真的，怀孕的时候很喜欢吃酸的。对，你有同感是不是？没有，我问雪玲姐啊，对，我看她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两下差不多会炒鸡球啊。加吗？一点点。炝锅是不是？冇加油，冇加腥味，去腥啊，去腥味，对。让他们。可以试味道吗？试一下。哎，你都係用嫩姜嘅哦。你要用嫩姜啊。好，我哋先過去。我哋空間片啦哈。好。然後開始炒了哈。好，因為炒嘅需要，我哋睇下小解一下。哦，冇事啊，用睇過，聽到小解。好。姐應該炒。要炒，先白姜。係白姜。姜媽絲。姜媽係啊，姜媽絲。啊，然後辣椒，辣椒哦。我剛剛偷偷看到我們的敵軍哦，他們用雷夢子，但是我們的不一樣，他們雷夢子漢嘎通，哎呦，這麼不自然哦，我們用的是旺梨，本地嘅旺梨哈，台灣盛產嘅哈，新鮮嘅嚇，滾條嘅，滾條，啊，然後咧台中평啊炒起來又給味道。對，那剛剛他們不是記得我們係講哦，這是該駐蔥哦，就聽為是蒜蒜的，對不對？所以我們很早之前呢。所以繞在駐蔥哦，整到該鑽石地圖。然後我們蛋腸就是蒜石哦，它就頭揪到夫教府那個整一下。哦。所以等一下才會比較入味。好，夾夾炒哦。4、3、2、1，好，我太夠。會緊張嗎？多少我哦，不會啊。大哥從我剛第一棒的時候，他就一直覺得他要接手，然後第二棒，哦，終於換到你了。所以你都冇加介黃豆醬嘛，哈？冇哈。炒駐蔥要凍豆種來做法啦，哈，黃一好是甜的，好是鹹的。這會變強豆啊？鳳梨會強豆嘛？因為他們很看主題哦。主題係用是到台蔥哦。唔怕你強下煮味，唔怕等下好嘅時間上。啊，對，味道會有。係啊。等下再那一咯。盛盤嘅時間是，好唔怕。天天都做唔是緊張。該下次就跟夫教婦咯。你有冇跟哪位講？蒜絲。那蒜絲哈。蒜絲哈。啊，我們湯匙線落一然，你起看一下。好。米酒。米酒嗎？啊，好，啱乜介？本來想勾芡啊，冇帶到啊。哦，有冇喺度？葱有冇喺度？等下先燜一點，滾一下。慢滾。料，滿大胃。所以按一時候咧嚇。因為我都葱係熟嘅嚇。哦。像你該蒜蒜的這樣子落去煮啊，結果越煮越唔會酸。啊，所以總得調做表係冇？你冇講，咁怕等下，因為我都要等下最尾我看哈，假使唔拿蒜哦，還會加該蒜絲哈。係啊。哎，你看個風水係嗎？好啊。好。看呢風水。等下其他就聽我試看哦。哎呀，風水好了。好嘞。哦，中餐的喲。我來看，好棒哦！要吃米線嗎？有蒜嗎？對啊，我哋要落個吃米線啊。哎，他們還加酸菜呢。我個皮多面哦，有嗆嗆的味道。你皮看，有嗆嗆的嗎？不夠嗆做得表嘛改咧。都唔打算用，我哋要個錢，你咪唔用烏，唔用新鮮的檸檬。急死好咧。對啊，煎就。啊，姜個腐個走落去啊。哦，他怕死啦。可是其實，因為有時候我去外面吃那種客家料理，一定炒個台蔥哦，用式炒台蔥都沒有那個酸嗆味。那是不是要加醋？因為我覺得檸檬不會嗆。可是醋一般來講醋也不夠，對不對？叫分等級啊，醋從應該啲班是來加用應加嘛個醋精。醋精一定的時候，從你沒做對啦。我人今年用啲檸檬做，貴下用檸檬。係啊，檸檬等下就個鹽加一些檸檬落去。好咧係啊，你好咧換火掌。其實我覺得加一點果肉是不是也好像不錯？果肉呢？摸個甜，個接手，係用梅頭哈，個擠一下使用梅頭出到哈。那師傅，我一個題外話就是。因為兩邊都做的是沒有妞妞的，可是我吃過餐廳有一些是妞妞的，有些用勾芡的。哦，你說整湯嚟冇勾芡，整湯係咪唔煮過等咧？嗰種嚟啦。一定要酸哦。嘅梅係好食係啊。好，按時間差唔多咧。差唔多咧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
马上就要试试看啊，水杯米罐哪部卡张系你的太重符嘞？啊，然后呢，忙开始讲法，手已经劈到安样，酸酸的米汤，这叫豚黑蓝水，直接从这边进来到这边。对，好，家家都是风吹的哦。你哋就加个嫩姜捞个咸菜哈。我会放一个姜嘛，所以这个客家口香糖就一盒煮炒，我会放的一个酸菜，我一个姜嘛，姜下是。好吃吗？哦，很道地的客家味啊。我看俺这个姜哈，又加调酒哦，我们的这个柱葱哈，每一块都有那种很入味的感觉。有先泡酱油跟胡椒粉，还有米酒。好吃哎。邱眼镜，你吃到牛板？当好是当沾，当有客家口味嘅主创嘅嘅梅汤，有酸有甜嘅。有酸有甜啦吼。我呢個葱咧喺分開咧炒哦，個葱段一開始白香哦，我還有咧個葱花吼係專門嘅點綴上去。好，這一關呢真嘅冇咁簡單，因為主創炒公司大家都有心目中的這個標準。對。到底那個卡得到一個評審嘅中意呢？現場雪玲師傅搶本書。得到2分呢，繼續加油！等下看一下七牛鳳七師傅。3分！哇！先來公平哈。其實這米線蒸緊是很棒的，它的味道真的懂音米呀，加色香味蒸緊豬改良版的啦，創意版呢還不錯，真的。我第一次吃到鳳梨炒大腸的，第一次。嘿，這邊呢，你炒的咩當好食，當傳統的客家米線，如果你稍微一滴的醬油去嗆它，你少了一點醬油去嗆它。好，你回去你用醬油去嗆它的味道絕對是不一樣。還有麻油啦，吼，咩麻油？嗰啲細太草，細家下，細家下用麻油去洗，麻油然後麵粉去洗，跟米線冇重用。哦，好多咧，好多誒。啊，其實份有公平咧。咁我本料片伊上歹應該湯紅果放啲啲都落去，是到含冇按嗆。係啊，紅果落去加檸檬嘅酸，落加甜，紅果再綜合一點嘅吃菜一點嘅甜，所以係做未當好。啊，料片咧，加本料片咧上歹係加巴羅比棒，梅湯又捉落去當好食，所以我本料片。還有請進動用意。我建議是不是不錯？哦，先加落去哦，因為時間挺短咧，我們一定要加緊時間。Give me 5一下。好啦，今日嘅比賽成績已經出來哦，恭喜藍水得到3分。恭喜藍水得到3000票嘅加彩金。恭喜！公司的董事長哦，有100位支持，得到一個翡翠，哎，做翡翠料理就得到翡翠堅果，恭喜！哦，非常歡喜吼！你下問一下大哥吼，老大家講一下，今日參加咧我呢個節目吼，有乜嘅感想就對老大家講。感謝呢個節目哈，為了傳承呢客家嘅風味、客家嘅文化、客家嘅文藝活動啊，詢問大家哈。詢問，哦，做到啱好嘅料理哦，鹹擺吼，快炒串湯，好嗎？好。啊，問一下小蓮姐，今日參加就買心得，老感想。哦，我當方應該3日是冇水飽，用到3日冇水飽。啊，氣勢很好啊！來參加呢個節目，我嘅心目我係台北，佢當用心啊，乜嘅東西吼，思想嘅擺盤，乜嘅東西吼，配料專門喺台北做。有花心思。他有花心思。係啊。我就心目呢個甜食台本呢客家人吼，就呢個機會，做呢客家料理，本大家來品嘗，還有欣賞。請進動心夢吼，謝謝你們，恭喜！恭喜！今日考慮呢來唱幾年資料，大家分享一下你哋參加嘅心得。今日當歡喜哈來參加呢個節目，嘛學到當到太師傅嘅秘方哈，我會回家自己還好好的練習啦，希望大家。恭喜！兩位按獎嘅姐姐，蘇婉姐呢，你係按用心來參加。哎呀，我是抱着學習的心理來學習吧，來現場了，
主厨啊，还有各位老师学习，我知道我咪学到程度咧，希望大家。系啊，他们派去提供处理猪虫时做的有不同的做法啦哈。韩港刚才那个3重奏也很厉害，学回去就值回票价了。对。好，今日真言同欢喜，做的有各位大家对咱哩节目的充实，各位看到也就参赛者按用心的打扮，按用心的准备色彩，真言吃到过，动感请客家乡亲啊按支持，抢下来啊特别电脑热来学习。系啊，唔但想見到係打扮非常榮幸哦，見到做菜咪非常榮幸，所以韓白吼，假設韓有馬上吼，對做菜很用心，對自家吼咪動有自信哦，家家來報名參加哦。冇唔錯，依家之主呢就歡迎大家搶下來挑戰，依家之主，你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。拜拜。